點解仲要同佢打鹽水？唔係浪費時間咩？最近有一個遊客因為俾毒蛇咬傷之後，最終不幸離世。呢條新聞大家都有關注，的確非常之可惜。而且咧，網上好多朋友對其中一點非常之疑惑，就係中毒之後唔係應該即刻去解毒嘅咩？點解仲要同佢打鹽水？唔係浪費時間咩？今日就係想同大家講一講喺搶救嘅過程中，究竟生理鹽水有啲咩作用？首先，所有嘅醫生喺搶救嘅第一時間，我哋考慮嘅唔係打乜嘢針，而係先打上針，因為靜脈輸注嘅起效時間係最快嘅。而當我哋打上針之後，鹽水嘅第一個作用就係會令到呢條通道係保持流動、保持通暢，唔會因為血壓低或者血液凝固令到呢個通道堵塞。第二個方面咧，從網上有一啲碎片化嘅資料睇到啊，呢個遊客喺後期係出現咗休克嘅情況。咩叫休克？就係血壓過低，我哋有效嘅血容量唔夠。咁呢啲血究竟去咗邊啊？喺中毒嘅過程中，好容易會出現一啲過敏嘅情況，我哋皮膚會出現大量嘅風團啦，所有嘅皮膚會發紅腫脹，而血液就係去咗呢啲唔等使嘅地方，而真正我哋腦袋嘅心臟重要血管需要血液供應嘅時候，供應唔上，而生理鹽水喺呢個時候咧就可以起到一定嘅補充容量、擴張血管同埋維持血壓咁樣嘅作用。第三個方面咧就係神經毒素係可以令到我哋出現惡性心律失常，最終導致心跳驟停嘅。而生理鹽水裏邊嘅氯同鈉係喺一定程度上可以維持我哋電解質嘅穩定，相對減輕呢方面嘅風險。講呢啲咧，其實唔係教大家點樣去解瀉毒嘅，而係想講明一樣嘢，就係危急重症嘅搶救啊，唔係話我哋撳個技能就可以加滿血咁簡單嘅，而係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需要有好多利弊嘅權衡。關於呢件事，大家有咩想討論嘅，不妨喺評論區講一講。